14年来住在瑞士维吾尔女士阿伊莎·古里乌布尔为东突厥斯坦的亲戚作证。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说，她自2017年以来一直无法与住在喀什地区月普呼县的兄弟艾山、阿布都沙米、伊玛目艾山和姐姐阿伊帕恰联系。她说，她于2017年与弟弟伊玛目艾山通过电话聊天，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他的弟弟伊玛目艾山因此被指控为与境外联系，被当局判刑入狱。他说，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空前的种族灭绝，应将中国共产党带到国际刑事法院，他应该受到惩罚。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表示，中国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职业培训中心旨在同化和消灭维吾尔人的身份。穆斯林遭受政治镇压和酷刑，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再教育或职业培训的名义下，向超过3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施加政治压力和酷刑。总部设在安卡拉的维吾尔研究所所长埃尔肯·埃克雷摩博士和土耳其国家广播电台维吾尔语部记者米尔卡米里卡什格尔在接受伊里克通讯社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同化维吾尔族穆斯林，消灭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和历史。埃尔肯·埃克雷摩博士说，中国继续加强同化，特别是针对维吾尔族儿童的汉化，并指出将维吾尔儿童送到寄宿幼儿园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些设施实际上是集中营。中国以带有种族主义和歧视色彩的理由取消《华尔街日报》3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为主题发表文章，企图抹黑中国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就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中国的态度，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批评中国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美国国务院也根据外国使团法将中国5家官媒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认定为外国使团，并决定要求这些媒体遵守该国针对外国使馆所设定的条件。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开展对美加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路透社报道称，此举将对696种美国商品免于实施加征报复性关税，是中国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过程中提供的最具实质性的关税减免。根据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将在未来2年内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中方已经降低了部分美国进口商品的加征税率。符合降低加征税率标准的商品涉及猪肉、牛肉、大豆、液化天然气、原油等多项范畴。伊朗官方新闻机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政府确认该国的2名被诊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已经死亡，这2名死亡病例也是伊朗境内发现的首波新型冠状病例。伊朗卫生部称，这2人在去世之前未曾出国旅行，甚至没有出过库姆省。在整个中东地区，除了伊朗外，目前只有阿联酋已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2月19日24时，新增死亡病例114例，新增疑似病例1277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576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叶夫应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邀请，对土耳其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埃尔多安与米尔基约叶夫进行单独会谈，并主持召开了高级别战略委员会会议。随后，2位领导人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乌兹别克斯坦米尔齐约耶夫说，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过去2年做了杰出的工作，我相信未来的历史为此写成新的页面。米尔齐约耶夫强调，在商业、经济和投资领域加快合作是他们的首要任务。